民国18年出生伫咧台南嘉义的王宝元艺师，师承父亲王兆发，是展览大师何金良一脉传人。伊的作品遍布台南市嘉义区、中西区、新营区等10外间庙宇。展览的作品有讲又搁传承，不管是人物的表情、肢体动作，拢非常具有在地性甲艺术性。为近代台湾寺庙传统艺术装饰的领袖，伫民国99年11月，由原台南县政府公告王宝元传统庙宇展览公益为传统艺术，王宝元艺术为保存者荣誉。上太歹做的就是上简单的所在，上简单的上歹做。恁认为家伙上歹整，整个熟线，对无吼？我直接整个设计熟线，家伙上简单，认真就有。恁少年目睭来认真就有，恁讲的上简单的，才上歹做，喂，这个比上歹做。人间国宝王宝元艺师2月6日以93岁高寿离开世间，互人感觉惋惜。伫公祭即天，市长王伟霆率领文化局长叶铁山、文资处长林乔斌、民政局长严正标、新闻处长苏恩恩等市府一级的首长出席悼念。原庭树情友，上友，敬秀鲜花，杏花，庭秀手歌，血歌。宝元师将心奉献伫咧展览艺术推广甲保存，教育人才无数。以一双骹手将毕生的记忆精华呈现伫咧作品当中。虽然伊的离开，互人深深的惋惜，但宝元师对着传统工艺的奉献精神，也将永远为后世怀念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